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，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，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小女孩和猫熊。从前有一个小女孩叫萱萱，她非常喜欢猫熊。有一天，她来到了一座神秘的竹林里，听说里面住着几只可爱的小猫熊。萱萱到了竹林里，开心地喊着：大家好，我是萱萱，我来这片竹林里探险，有猫熊在吗？突然，一只毛茸茸的猫熊从竹林后面走了出来，笑着说：你好，萱萱，我叫做 Q 宝，你可以跟我一起玩吗？萱萱惊喜地跳了一下，兴奋地说：太棒了，当然可以，我们一起去竹林里玩好吗？ Q 宝笑着说：好，走，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家。萱萱迫不及待地跟着 Q 宝走进竹林。一路上，萱萱发现地上有一些红萝卜、苹果和葡萄，便好奇地问 Q 宝：这些也是你们吃的食物吗？ Q 宝回答说：是的，这片竹林里有位爷爷，每天都会送来新鲜的红萝卜、苹果和葡萄给我们吃哦。萱萱惊讶地说：啊，我以为你们只吃竹子呢。 Q 宝急忙地解释：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吃竹子，有的时候也会吃些水果哦。像我自己特别喜欢吃苹果和红萝卜。萱萱开心地说：我也是，我跟你一样，也爱吃苹果和红萝卜呢。这时 Q 宝在竹篓里拿了一颗苹果请萱萱吃。萱萱咬了一口，大喊：哇，好新鲜啊，又脆又甜，谢谢你 Q 宝，今天能够在竹林认识你，实在是太开心了。萱萱开心到跳了起来。Q 宝说：我也很开心认识你，我终于交到一个朋友了。有的时候爸爸妈妈不在竹林，只有我一个人，就会感到很孤单。这时萱萱牵起 Q 宝的手说：我也跟你一样 Q 宝，我也会感到很孤单。如果爸爸妈妈都在忙，不能陪我玩。没想到你和我们人类一样，会有伤心或快乐的感觉呢。萱萱似乎知道了，原来猫熊也是有情感的哦。Q 宝说：是啊，当我伤心的时候，我会爬到树上，看看美丽的风景，心情就会比较放松。萱萱说：真厉害，你会爬树。我爸爸也很会爬树哦，可是我不会。我比较厉害的是画画，画画可以让我很放松。于是萱萱捡起了一根竹子，在地上开始画了起来。她也拿了一根竹子
给 Q 宝，试图要教 Q 宝如何握着竹子作画。当他把细细的小竹子拿给了 Q 宝，发现 Q 宝居然有6根手指头。轩轩惊讶地问 Q 宝：“Q 宝，你有6根手指头啊？” Q 宝说：“是啊，我们有5个真正的手指，可以抓东西。不过，我们还有一个额外的假手指，这是一块像骨头一样的特别部分，在我的手掌上，看起来好像是第6个手指。这个假手指能帮助我更稳地抓住竹子，这样我才能好好享用竹子大餐哟。”轩轩说：“虽然我没有6只手指头，但我的5只手指头可以让我写字和画画。你看 Q 宝，我在地上画了你和我自己。”轩轩画了他牵着 Q 宝的手，旁边加了好多好多的爱心，并写上：“谢谢你当我的朋友。” Q 宝说：“谢谢你，轩轩。我不会画画和写字，但是我会爬树哦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带你爬到树顶上。你想跟我上去吗？”轩轩超兴奋地说：“超级想！”就在此时 ，Q 宝伸出双手，把轩轩抱在怀里，跟他说：“眼睛闭好，抓紧哦，我们准备出发。” Q 宝使出全力，以最快的速度爬到树顶。当轩轩张开眼睛的那一刻，眼前出现了一幅超美的风景。一道彩虹横跨天空，彩色的光芒在云彩和绿色的竹林中闪闪发光，真是美极了。轩轩说：“你看 Q 宝，有彩虹，彩虹好像一座彩色的桥，真是太美了。谢谢你带我来看这么美好的风景。” Q 宝和轩轩就在树顶上，看着美丽的彩虹，继续分享着他们彼此的生活。从那以后，轩轩经常来到竹林，与 Q 宝一起探险，享受大自然的美好。他们一起吃苹果，一起看风景，一起玩耍，并成为了最好的朋友。喜欢今天的故事吗？通过轩轩和 Q 宝的故事，我们了解了很多有趣的事情。例如，我们的熊猫 Q 宝不仅喜欢吃竹子，还特别喜欢吃苹果和红萝卜哦。虽然熊猫它们以竹子为主食，但它们也会享受一些水果和蔬菜，就像 Q 宝一样，特别喜欢吃红萝卜和苹果。还有猫熊的手上有一个神奇的小手指，这个小手指可以帮助它们更好地抓住竹子，这样猫熊就能轻松地享受美味的竹子咯。最后 Q 宝和轩轩他们各自分享了彼此的喜好，一个喜欢爬树，一个喜欢画画。我们也可以和朋友们分享我们的兴趣，且彼此尊重对方的不同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别之处，
尊重和接纳这些不同，能够让友谊更加美好。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，那我们期待下一集再见咯，拜拜。